大家好，我是小小。然后这次会加入Uni Girls 的啦啦队呢，是想要挑战自己吧，就是跟之前跳的一些街舞啊、MV 舞啊，就是有一些落差。这次跳啦啦队，就想要把活力带给大家。对。如果你有蛮多的粉丝的，那这些粉丝给你做过让你比较感动或者比较意外的事情？你说在加入啦啦队这件事吗？就是他们一知道的时候，就是第一时间跑来密我，因为他们想要确定是不是我。因为有人还有讲说，以为是一个很像少少的素人来到这个啦啦队，然后最后就是场面大家可能就是有在讲吧，然后就确定是我这样，然后就每个人就会跑来鼓励我说，你很棒然后在 Uni Girls 要加油啊，然后他们之后一定会绝对会来，就是到场支持我，专程来看我这样，然后我觉得很感动，就是有这些文字，就是我觉得就已经还蛮足够了，对。然后也有现场就是有人拿着我的写真书到场支持的，自己也蛮感动，因为毕竟就是感觉说他有用行动来支持啊，对啊。那比较不习惯，或是觉得其实还对你来讲蛮新奇的地方。不习惯吗？就是音乐一下，就是可能安打什么的，你要反应够快。像刚刚可能跳一下，我也会忘到一个，就是还不习惯这一块。然后好啦，我会好好把舞记熟一点啦。但就是还有，体力要够好。真的就是我跳那3天热身赛3天，我都以为说就这么累，可是学姐们说还有更累的。其他队啦啦队，或者是说其他的，你有一些朋友，然后也是有跳啦啦队的吗？我朋友是在乐天的，乐天比较多女生，对，所以比较熟的应该都在那。对，琳达。那他有跟你威吓一下，就说或是放话什么之类的吗？没有，因为我进来我也没有跟大家讲这件事情，因为我觉得我可能自己有一点不好意思啦，就是突然间想说给大家一点惊喜，所以我就没有先跟身边的人讲，然后就自己先来跳了。那最后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支持你的粉丝或是球迷讲？毕竟我也是算是第一次加入啦啦队，然后先多包容一下，我可能还会有点偶尔忘舞啊，就是这一块啦。那笑容我会尽量的微笑给大家看，就是不要拍到我一些很久的照片，然后还上传，好吗？拜托一下。